Hello，早晨姐姐。早晨，ma'am，Hello，早晨，你叫乜嘢名啊，姐姐我名叫 Siti Aminah。？Hello，Siti，你幾多歲啊？我嘅歲43歲，43歲。姐姐你有幾高啊？身高我靠I'm forget ma'am, I can speak English.？Okay，so what is your height？你有幾高啊？height？ 150 cm Okay，how about your weight？ and my weight 50 kg。Okay，姐姐結咗婚未啊？我離婚啊，弟弟。我離婚。咁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2個小朋友。2個小朋友。姐姐之前你喺香港做嘢係咪啊？係啊。香港做我做嘢喺香港幾多年啊4年。 4年。4年。喺邊度啊？喺邊度返工啊？喺潮雲山。慈雲山。慈雲山照顧邊個呢？我照顧公公。照顧公公係咪啊？公公健唔健康㗎？佢唔健康啊。唔健康㗎，係公公 Yes。可唔可以自己行路㗎？佢可以行自己慢慢行。慢慢行使唔使幫公公沖涼㗎？我幫佢沖涼。幫公公沖佢涼。換尿片。沖涼換片。好啊。咁喺慈雲山嗰度有一個公公，咁有冇婆婆喺度㗎？ Yes，婆婆同埋小姐。3個人。3個人。所以你識照顧公公婆婆係咪啊？係啊。姐姐啊。婆婆健康。婆婆健康。咁平時你使唔使去買餸煮飯啊？我識煮餸買餸。都識係咪啊？姐姐你識唔識煮中國菜啊？我識煮菜。識煮係咪啊？煲湯呢？識唔識煲湯啊？ Yes。都識。Yes，I cook also。都識係咪啊？姐姐喺香港做完慈雲山嗰度呢，就返咗去印尼嗰度係咪啊？返咗印尼嗰度做嘢。係啊。都係照顧老人家係咪啊？係啊，照顧老人家。婆婆公公健唔健康㗎？印尼嗰個婆婆公公。婆婆健康，公公唔健康。我照顧公公。都係喺印尼嗰度都係照顧公公係咪啊？係啊。所以你好叻照顧老人家嘅經驗喎。係啊。好啊，姐姐啊，我哋香港嗰個僱主呢係一個婆婆啫，你照顧一個婆婆啫，OK。不過婆婆呢係啦，婆婆都健康㗎，佢自己可能有時間就陪婆婆買餸，陪婆婆行下公園咁樣咯。知唔知啊？OK，好啊。知道。姐姐最後啦，想問下你你有冇紋身啊？身體有冇紋身啊？達多。姐姐你身體有冇達多啊？達多。Yeah。你身體有冇啊？你有冇達多啊？冇。冇。姐姐你要唔要戴眼鏡啊？戴眼鏡。No。姐姐啊，你會唔會成日都唔舒服，要成日都食藥㗎？我幫佢食藥。唔係啊，你自己啊，姐姐啊 ，Siti 要唔要食藥啊？No 係咪啊？好啦，姐姐你嚟香港呢，照顧嗰個婆婆啦吓，咁所以呢，你要學多啲廣東話，知唔知道啊 ？OK。嚟香港之前學多啲廣東話吓。OK。OK。香港見啦 ，Thank you， Okay，拜拜姐姐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